小哈哥对上奶哥，奶哥要小心，奶哥这群人下手一把不是轻重， 10把，这群人下手不行的。来，剪刀石头，两手，预备，敲头啊，敲头，哎，敲这头啊，敲这头啊，奶哥帅，奶哥攻击。 哎，这也很大力哇！大力的，小哈记得这个仇恨，记得老啊，仇恨值，真好喷啊！小哈哥眼睛很大，他的心很，他脸也戒气很大，他脸也出杀了，对，你也出杀了。来，第二回合，小哈哥这边。来，小哈哥攻。哎，他很逗，刚刚 OK， 可以啊。请惩罚。来了，记得那个感觉，回想刚刚的感觉。不行啊，我不要，我抽到眼睛的，不会，眼睛闭了啦。好来，1、2、3。超远，哎，是直冲鼻孔哎。奶哥有新发型，没肩发好了，没肩发好，变土神头。不要听到一个嘣一声，会不会什么地方破了？好了，算了啦，最后一把，最后一把，大声点，哎，奶哥生气了，真的，土三桶啦，好了，你3桶了， 3桶啦，这把3桶了，到三桶啦，来这一把，奶哥攻，奶哥攻，那我可以乱，剪刀石头布3这样2次，赶紧你我，来，给我来，都乱讲，没有，都没乱啊，输了3桶，到石头，到石头，石头的，对。3桶送你上3桶，来第一桶，请就位。你眼睛闭起来了，不要闭啦。 3桶，那现在换气的时候，有节奏。换气的时候，拉动好快。刚刚是我换气的时候，我断气的时候，奶哥修度也丢，修度这个是你很难得有机会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被播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奶哥，奶哥，你要生气的时候还不是你们逼的，叫他爸姐预告啊，还不是你们，奶哥讲一下，讲一下，还不是你们逼的。 剩下都是被你们逼的。录了一整天，就等这一句。下一棒还有谁？哦，还有继续。这一回合赌神 VS 赌鬼，来。你看啊。没关我什么事？剪刀石头布，决定。 他的头发是梳得起来，代表你输不起。来，剪刀石头。赌神。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决定先攻后攻。剪刀石头布，好，奶哥先攻，预备，开始。敲头。哎呦，这次我让你输得更齐一点。你攻下巴。我们有时候潜水哦，被那个水呛到，有灭顶的感觉。好，来这边是鲶鱼先攻，预备，我4桶。来啊，预备，该我吧，他先攻，好，他先攻，好来，预备，开始。敲头。气势，游戏在路上，游戏有最厉害吧？鲶鱼下水，撇掉。你有个踉跄。靠，吃奶力又使出来了。好，来，现在1比1，来，最后一个是由鲶鱼这边。加水。还有附近的民众已经都在那边排队要玩了啦。来，鲶鱼这边，预备，开始。敲头。他的表情很有劲，敲头，你还要继续再玩下一个，输了继续，你不能走啊！哎，你要
心的，走在路上会吃水。没有水，可不可以不要这样？这样子，好，让你长点福。下勾球，手投手。球来就打。